台湾按下按将中马嘅数位用内中如系后门，在因本人之意如系做唔错数位哦，人哋都用影响加牛龟来做利益。政府喺9年嘅大体通过后，想要用经济价值高嘅台湾土牛龟来做绿米花同水土保持。在登上本人用改上枪，延伸喺中国大陆，假使沙枪人也嘅土牛龟1/10的影响来睇，过前的假牛龟一下路养到哪路去？生态界认为也能摆比收发慢车兰路山水乡嘅外海韩国台，政府的措林政策还是希望严谨。这边、那边更多了，这边更大了。那我们要搞，我看我第一次被音箱吓到哈，就在这里。我们一下来以后，最发现了嘛，在这个鹅掌藤的这灌丛底下，全部密密麻麻是音箱的小苗。所以你看哦，这个只要经过5年、10年，当这音箱小苗长起来以后，这边就会全部变成音箱。来到台中都会公园，行到爱树的大厦，看到喺鬼片的荡荡头嘅上嘅加肉龟，还有张包牙素养嘅。福建认为加肉龟喺插花停过后，天意中会对台湾本土植物造成动态影响嘅外来物种。2008年，我们接受都会公园的委托，就把它这边的树呢，每一棵树都把它编号，把它记录，把它了解之后，到种这把它评估之后，这边种的树的情况如何？那像这一棵音箱呢，我们每一个牌子都一边写它的名字，一边写它的编号。加肉龟啦，台湾真肉龟做嘅综合植物，看起来强样，唯一冇强样係真肉龟嘅拍係橙色，也較黃色；加肉龜嘅拍係主幹色。台灣真肉龜較香，不過人較少。9年大體通過後，政府本來想推廣真肉龜來操練，冇想到實際上用嘅係加肉龜。學嘅調查，這樣是冇聽錯係唔對，只知道國內加肉龜操練減嘅35萬頭，面積有120公頃較大。尤其喺台糖花蓮功夫糖廠、台大實驗林，也有大規模嘅操練，連台中都會公園最終係576頭，總到一下子孫唔知有幾多嘅。講印尼肉桂啦哈，然後啲土肉桂呢，我已經同種長啦哈，所以應該講差唔多10年前左右啦，因為呢使用種台，所以又在台六韓國印尼呢，去進口了印尼肉桂啦。啊，印尼肉桂是指講對國外來講呢，佢係當好嘅一種肉桂原料材。認真發現講印象名嘅較唔好聽，扭曲也改名做印尼肉桂，其實原生體還係中國大陸。做嘛真肉桂、種毛加肉桂按多喏，除了數量嘅多少，生態環境還係假使嘅所長。加肉桂係台灣真肉桂設計嘅一個家，不過一般人分唔出佢兩隻有奈冇強樣。市面上呢這土肉桂的價格呢有喊到200塊一顆啦但是如果是音箱的話，只要20-30塊就可以買到1顆了。所以在這個裡面就會變成有很多的利潤的價差跟整個運作在裡面。實際上，林務局對2006年所講的苗圃總冇在個培育、流送出加肉桂嘅，去年代未發公文本國機關講冇在個種流操練。不過學嘅業府也10多年來，加肉桂太多鬼片呢，還可能撈真肉桂天然插到。一度嘅大海拍3拿，太體就會發展出喬木，做嘅較高嘅樹位，過來乾木做嘅較矮嘅，再過來第3年嘅草本層，親手3年植物嘅微生內統。按樣嘅圖譜，今年頭加肉桂3拿看得到誒。在這麼暗的地方又生長了，現在又下面又很多這剛花給做的，這是音箱小苗，所以它是從地底下到第2層灌木層、喬木層到最高的喬木層，從樹冠的最頂端樹最高叫樹冠頂端到地面以後，全部就變成音箱。也就是說，台灣的其他的所有植物都沒辦法在這音箱的森林裡面生長。這才是覺得最恐怖的地方。台灣的種樹特別動盪，係嘛？從清朝農業本時代，因為當到人哋種樹嘛。迄啲目前擅長挑插嘅次生林也好，或者天然田野林也好，實際講種樹嘅數量冇當到。你發現到種樹佢處置到印尼肉桂同樣長當好啊，但是呢，佢並唔會講長到漫山嘅。
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那个我们可以看到说这里有一个姜某的小树苗，好，那这样的一个小树苗，这样的一个森林的演替，好，这样的一个自然的森林跟人工林有时候不一样，人工林的每一棵树的年龄是一样的，好，也就是说我们人种的树，这一片森林再怎么样，它都可能在寿终正寝的时候，一夕之间就瓦解了。一规片的看来像田园的山呐，其實係同南投六角非港莊3年嘅檳榔園，面積有9.9公頃安發，也幾近漸漸嘅恢復生態。天主這樣是埋下來，不但想恢復變做田園嘅山呐，不但想留檳榔樹倒塌，再個重新種樹嘅來操練。去年前台灣生態學會聽規劃過後，做每做人工林嘅計劃，改交本生態學會來做生態記錄，也安排10年計劃。完全係民間自家做，冇用到半線政府嘅錢。未來的10年，由台灣生態協會，然後每個月來進行這些調查。好，那未來的10年呢，我們希望說，從檳榔它變成檳榔園，變成一個自然森林的整個脈絡跟過程，我們希望能夠做一個記錄。人工草林唔單止可能種茶樹嘅，像係加肉桂，生態問題係冇像係田園林按完整生態保護系統，係講冇人去治理。土地資源還較可能大傷態，影響到生態，對林業發展還較唔好。在我們的自然森林裡面，因為呢這些種子種源透過風、透過鳥，它所飄散出來，那每一顆它都具有奇異度。也就是說，我的基因跟你的基因不一樣，你的基因跟它的基因不一樣。在人類的70億的這樣的一個族群裡面，它就可以通過一次天擇的考驗。第二位種樹嘅淺顯美麗嘅，佢一片草林嘅土地上，台東同民國93年種嘅印度紫檀，一10年來開到老牌，比唔得太碼頭嘅富蓮樹，第二種嘅富蓮樹枝花開到鬧，意思係講人冇天出養嘅高田。你看原生種長得多漂亮哈！它的母親就在500公尺外面哈，一棵土地公樹，石板伯公的樹它環小鳥跟那個風吹過來的，讓它在這邊在地扎根，長出來的比原來台糖造林的樹還漂亮啊！其實我們在台灣的森林生態，為什麼它自我療傷復育的能力這麼的強，是因為我們的整個森林生態，它跟我們的地體的造山運動，它是一起演化的。也就是當崩塌的時候，我們的森林是很容易就恢復起來的。所以呢，我們這個檳榔園在廢耕的時候呢，我們人都不要去干擾它，你就可以看到說，我們後面它才第3年而已，整個森林就恢復起來了。在造林的部分，應該是在中低海拔，或者在一個，比如說在整個那個山腳下這邊。那我認為說，你要保水的話，應該是在保在山裡面。那下雨我們會把水保在這個山上啊，慢慢再釋放出一些地下水，好，讓它淨化過之後，我們再慢慢的釋放。台灣的重大海拔1兩千度，咩幾隻水氣千度嘅，早地講係台灣的現狀，而種樹嘅草林係正確嘅方向。不過政策天初講清楚，要發展經濟天初用到嘅經濟林，也係國土保安功能嘅保安林咯。如果你經濟林，你就好好的去種，要好好去砍。如果的話，你要砍不出來的話，政策就要檢討，到底花了真的什麼問題。而我可以告訴大家，從過去一直這樣的理想的政策，怎樣去造林，怎樣去砍木頭，都我們在台灣的木材的進口佔了99%，而我們造林，你花那麼多的錢，為什麼砍不出來？因台灣沒冇木材，有木材。你草林研究，因講講起造林來講，差唔多有20年咧，陸陸續續也有木材出來，提供安尼嘅古訓的來用。韓國呢，因為主要啦，因為社會意識形態呢，大家對它反駁呢也重視，所以重視上去重視有鐵草過去啊，當做私有地啊，叫斬下掉啊，會遭到嗰個反駁團體啊，叫為要到上映啦。台灣草林幾10年來刺激率暗大，證明可唔長遠。或者用建材而用到流產做啲嘢，30年過後來看，30年前種樹嘅完全唔合乎一下需求。我們在那山林裡面，不知道花了多少億，所造了柳杉林，現在還有42萬公頃。這42萬公頃的柳杉林沒辦法砍，為什麼沒辦法砍？是因為你去砍的錢，花的錢，跟你砍下來木頭去賣的錢，根本就不夠。政府
冇需要花太多錢嚟做嗰個補助措林，但是我講落有當然會應該會冇關係啦吼。但是我針對講，真是有能力措林嘅人，唔可以靠呢個補助嚟做措林。用大量補助嚟做措林吼，而政府花錢，按業者冇得到嘛個，因為佢本身冇能力措林啊，佢還可以請工人嚟措林啊，請人，你客家人講，請人叫冇做嘛，好過冇好啦。台灣山拿灣案將係印證台灣同熱帶邊陲，對熱帶到西伯利亞，規則山拿連上，都同亞台灣海拔4000公尺高嘅區域地度。安陽一隻高山島，並唔像中國大陸案法，咩唔需要太多外來種來操練。一隻生態報道，台灣也掌有嘅生物多樣性，也應該將係按台灣正經一步。